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。今集咧講下銀行咧最想聽到咧你嘅貸款目的究竟係乜嘢？佢係最開心嘅咧。其實咧銀行最開心聽到咧就係話我嚟緊想買機器，我嚟緊想擴展我嘅業務，我嚟緊我想增強我嘅現金流情況。點解佢會覺得好開心呢？因為前兩者咧全部都係話嚟緊，你睇到你嘅生意係上或者係有前景。所以你先加機嘅啫，你先會擴大你嘅業務嘅啫，係咪？咁我借俾你，咁咪可以借力打力，可以幫你揾更多嘅錢，佢亦都可以賺到更多嘅利息咯。好啦，最尾一個增加現金流，點解佢會咁開心呢？因為現金流其實而家呢個咁環境係主宰住一切嘅。你多現金流，銀行先至唔驚你會走佬；你多現金流，銀行先覺得你唔會輸錢。咁所以咧，呢三樣嘢咧，銀行係最想聽到噶啦。今集咧就分享到呢度先，下集分享下其他嘢，拜拜。